迎收听8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，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35章1到19节。耶利米书35章1到19节，在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上主呢对耶利米说：“你去找利甲人，然后约他们到圣殿的一个房间，然后给他们酒喝。”于是耶利米呢，他就邀请利甲全族的人，这个亚撒尼亚和他所有的兄弟和儿子都带到圣殿里面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邀请他们喝酒，他把倒满酒的酒杯要递给他们。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亚撒尼亚这些人，他们就回应说：“不行，我们不喝酒。我们的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命令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可以喝酒，不可以造房子，不可以耕种，也不可以栽种葡萄或拥有葡萄园。他命令我们终身要住帐篷，使我们得以在这客旅的地方长久居留。”利甲人他们遵守祖先的命令，不喝酒，住帐篷。这些人是谁啊？这个族人我们一听就知道他们的祖先叫利甲。那利甲他儿子呢，是这个约拿达，是这个灵魂人物在这个家族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他不但是命令这些后代子孙不能喝酒，他也在他自己的时代里面很积极的参与耶户反叛亚哈家族的事件。他后来呢，也参与了消灭敬拜巴力习俗的行动。甚至他们之所以住在帐篷，是因为他们认为过这个农业的生活跟迦南人的习俗太过类似。若不是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们现在攻城略地到这个程度，他们是怎么样都不会住进耶路撒冷城里的。在这样的一个回应当中，接着转头，上帝就告诉耶利米，看到这些利甲族人遵行着祖先的祖训，然而他眼前的这些以色列人却是不听从他的话，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他不断派先知向以色列人们说话，放弃邪恶的生活，做正直的事，可是他们总是不听也不理会，所以灾难即将临到他们当中。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事，怎么能活在祝福当中呢？另一方面，这些利甲族人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上帝这样回应说：“你们听从了祖先约拿达的命令，遵守他一切的指示，实行了他的话，所以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应许说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家始终会有男丁侍奉我。”我们看见这强烈的对比特别如果你的祖先是基督徒的，特别是那些很敬虔不断的用自己的生活态度来回应所认识的信仰，如果我们照着去行，后代真是蒙福啊。然而即使我们信仰这位上帝，但我们却不愿意照着他的话去行。在上帝的话语中，我们甚至不愿意回应，不听，我们就落入在自己为自己挖的坑里面。这样的一个对比是我们很好的提醒，不论我们是几代的基督徒，其实我们都需要遵行上帝的心意，就是真理。可能在每个世代，信主所展现出来的方式
会有一些不一样，因着文化、地域或者是种种的原因。然而信仰的态度却是可以向信仰前辈持续学习。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信仰榜样，为此感谢上帝。但是如果我们身边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信仰榜样，我们就可以祷告来寻求像约拿达一样，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敬畏敬虔的心，不只祝福我们自己，也祝福在我们的后代子孙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美好的提醒。在这不断变化的世代当中，我们如何来回应对上帝你话语的顺服，活出你的心意呢？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，主啊，也求你来帮助我们，真的是谨守遵行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的生活在世世代代的变化当中，仍然能够用态度来回应你，仍然能够用行动来回应你。谢谢你，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的家庭来祷告，求主你来赐福，让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活出真理，活出榜样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倩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。愿上帝赐福你和你全家，我们明天见。